后来乡亲继续来看高雄这个4岁囡仔等去到厝，竟然伫遐咧大声喊话，话讲老师哪会使甲我拍咧？这个妈妈带一条一个看，囡仔尻川皮有红红的伤痕，转到幼稚园来调监视器，才来发现讲，这个老师伫咧困中昼的时阵，唔但甲囡仔喊讲唔爱互因困，搁甲囡仔来杀。这家长看到是真生气，要甲老师来告。幼稚园是出面来道歉。社会局这边是讲，若调查是事实，会来公布这个教保老师的姓名，而且会甲罚款上悬60万。你刚刚从警察局回来，对不对？对。说什么？重新讲一遍。你太过分了！还有吗？怎么会来打我吗4岁大的后生情绪真激动，甲妈妈讲学校老师对伊做的代志。你都用锤子打我！小小的年纪讲出这款话，妈妈惊一跳，检查伊的身体，发现伊尻川皮正边的所在红红的，质疑幼稚园的老师不当管教。小孩跟我说，老师之前会用手这样打他的手，并不是第一次打小孩。向远方调监视器，看到老师伫中昼困的时间，摕7桶米推广囡仔身躯边的涂骹，要甲囡仔迄惊爱因困，搁伫经过其他囡仔的身躯边用手去杀。在10月29号礼拜5休的时候，那他是用玩具锤去击打其他的小孩，打完其他小孩之后，因为看到我的小孩的脚就是有洞，他就冲过去马上打。针对洪指控摕7桶米推广涂骹姓林的老师说，透过通讯软体向家属讲无拍到囡仔，等去到高雄这间洪指控的幼稚园，恒丰嘛出面回息嘞。真的非常的抱歉，上个星期五我就已经将这位老师解聘了。他是比较严肃一点，可是说真的，他对小孩子真的伤痕很严重。有对孩子不正当的行为，我们会裁罚这个教保老师6万到60万。宝贝后生自学校转来了后，身躯顶就出现不明的伤势，家长看在眼内嘛真唔甘。即马专案进入司法调查，要调查清楚代志的真相。